遺產捐贈同埋保單捐贈都係好好嘅祝福方法，可以延續愛心，積福積德。無論你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都可以為後人以及社會預先送上呢份祝福。訂立遺囑，除咗可以將遺產分配俾後人，你亦都可以考慮將呢份心意同仁濟醫院分享嘅。仁濟會將收到嘅遺產用作支持各項慈善服務發展。你亦都可以指定心目中想支援嘅弱勢社群，例如全癱病人，又或者用作贈醫施藥。只要喺訂立遺囑之後，將你嘅意願通知仁濟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喜蓮姐就係其中一位決定將遺產捐贈俾仁濟醫院嘅善長。其實講起上嚟咧，我同仁濟醫院都有啲淵源嘅。我曾經參與籌建仁濟醫院毅進同學會護理安老院嘅，我係非常之欣賞仁濟醫院多年嚟全心全意為社會服務，所以之前我訂立遺囑嘅時候咧，我就決定將大部分嘅財產捐俾仁濟。我希望我呢份心意能夠感染到更多支持仁濟嘅朋友，讓社會變得更加美好。除咗捐遺產，原來好多人都唔知道人壽保單一樣可以用嚟捐俾仁濟嘅。做法好簡單，只要喺保單入邊將仁濟醫院列為受益人，再俾保險公司批核，咁就完成㗎啦。我知道有好多善心人都想延續愛心，為社會出一分力。最緊要讓你身邊嘅人清晰知道你嘅想法。請支持仁濟醫院遺產捐贈及保單捐贈計劃。仁濟醫院董事局服務香港超過半個世紀，由荃灣一所地區醫院發展成為香港6大慈善機構之一，秉承仁者全心、濟世利眾嘅宗旨，惠澤市民。仁濟關顧基層家庭住屋需要，興建過渡性房屋，減輕佢哋嘅住屋壓力，以及設立社區客廳仁濟會，提供額外嘅生活空間，共建關愛社區。青少年係明日棟樑，仁濟積極推動兒童及青少年發展工作。復康服務方面亦都相當多元化，讓更多有需要嘅幼兒同埋成人及早得到專業治療同埋發展潛能。自從1982年開始，仁濟多間老人院舍及中心相繼落成，並為長者提供個人化健體訓練及健康監察。我都識管理我健康喎。安老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方面亦不遺餘力，關顧長者身體及情緒健康，協助長者得到適切護理。嚟多啲，個人都開朗啲。仁濟每年向長者送上關愛，已經送出超過100萬份福袋俾全港獨居或隱蔽長者。仁濟與鳳形仙冠聯營嘅思親公園係全港首間持牌私營骨灰安置所，舒緩市民對龕位嘅需求。仁濟醫院屬於醫院管理局九龍西醫院聯網公立醫院之一，為市民提供多元基層醫療護理服務。近年積極利用智慧醫療支援臨床及前線工作，提升服務效能。由仁濟醫院董事局營運嘅荃灣地區康健中心，幫助市民及早發現慢性疾病並接受治療。仁濟贈醫施藥基金為貧困老弱提供醫療服務，亦會提供唔同形式嘅資助俾有特別需要嘅人士。而為滿足各區基層對醫療服務嘅殷切需求，仁濟分別喺全港各區設立7間中醫、11間牙科、1間眼科診所以及1間洗腎中心，服務優質，收費相宜。
人際教育秉承專人濟世嘅辦學精神，提供優質全人教育，培育學生嘅良好品格，為香港作育英才。院屬學校積極推動多元化嘅 STEAM 課程，打造創科校園。人際更加主辦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，以及人際創意科技嘉年華，啟發學生嘅創意思維，提升佢哋嘅創新能力及解難技巧。為發掘學生嘅個人潛能，院屬學校推行多元化嘅專業課程，擴闊學生視野，促進全人發展。慈善工作方面，人際每年都透過唔同形式推出多個籌款項目，以支持各項慈善服務籌募經費。為開拓善緣，人際積極同社會各界合作，同心關懷弱勢社群，以及鼓勵善長為愛人間。人際嘅慈善基金致力為香港居民伸出援手，向遭遇意外、災難或者有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經濟援助，以助佢哋渡過難關。人際醫院承諾喺未來日子會繼續擴展服務範疇，並且凝聚社會各界嘅愛心，為有需要嘅弱勢社群提供關愛同埋支援。